来即摆自助的洗车场是真死行，路人甲就会当开始家己动手来洗车。啊，讲桃园的大业路有一间自助的洗车场，真无共款，是用停车收费的方式来收钱，每30分钟40块来起跳，而且洗车场内底设备拢互你用免惊的。真侪来洗车的民众拢讲，安尼足会好的，而且嘛会当避免掉有人无爱洗车，啊来遮占位开讲免费来停车。用高水先冲过，再个喷白色的杀蚊扑，用海绵温水看看去滤，休困洗车唔惊废气。因过车场内哪有这个门？有网友发现讲，这个洗车场敢若有淡薄仔无共款。有民众写讲，伫个桃园大业路一间洗车场，头一摆看到讲爱收停车费，做一个比较。过去洗车场拢是写自助洗车，甲传统共款，用偌济设备、偌久的时间，就纳偌济钱。啊，即摆改做停车收费，虽然讲爱算时间，不过这时间内所有的设备拢会当用。有人讲，即款的最近真侪，避免讲有人唔洗车来这里开讲，洗一台来5台。有人讲啊，这洗车真会好。很多人以前就是站在这里洗很久，弄啊干嘛的。如果他用时间性有限制的话，大家会快一点。那他一天的洗车量会多嘛？这样子洗车时间不会被占用太久嘛？变成你去跟来的车子都有一个流动性，然后我们也不会等待太久再洗车啊。来洗车的人客大部分的反应拢袂歹，为车较大台，时常洗到一半，时间就够啊。即摆会当看看洗，真会好。之前高压不是有限时间吗？你还没有充完，时间已经到了。我之前洗车大概都要花到160、170，那我现在我只要在时间内用完，大概都是100块左右而已。逐项物件拢去，会当省就省，换一个形式，换一个气象，会当好好洗车，佫袂讲死低定调，因讲是一兼二顾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